冇錯冇錯，一聽到我把聲咧，就知姐姐咧今日放假咯噃，所以由我就頂一集添啦。咁啊，講翻正題啦，上集咧我哋搗亂個書展噃，今集順理成章咪搞埋漫畫節同埋 Cyber 嘉年華咯，仲有好多高手同你講嗰隻阿媽哥二嘅噃，有興趣嘅記住一陣間留低啦。新 game show。嗱，其實掉咗幾雲呢隻阿媽 call 咧，終於都出街嘞噃。過咗嚟 PS2 嘅畫面咧，靚就唔在話下啦。咁啊，就連咧本身咧都加咗唔少嘢噃。操作上面咧，連個冬菇仔都用埋。咁嘅機件咧又加咗好多新嘢啦。咁另外咧又加咗 Overboost， 等你容易追上敵人噃，變得咧好似冇上集咁難打啦。又有得連線對戰添，不過呢隻嘢就有啲唔妥噃，喺好多地方咧都要撈碟啦。一玩呢個飛彈聯舞嗰陣時又會窒機啊！唉，個地圖又鬼咁死細，咁容易走出街。咁啊計落咧，你中意上幾集又唔介意呢啲瑕疵嘅話咧，呢一隻 game 咧都算係玩得過嘅。相信咧同《三國志》有關嘅遊戲咧，你都玩得唔少噶嘞噃。不過如果咧你想玩《三國志》嘅 action game 咧，但係咧又唔想玩 stimulation 嘅話咧，呢一隻咧就一定啱晒你啦。其實咧基本上係一隻 action game 嚟嘅，但係咧一樣要你諗計噶噃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咧同打真仗嗰陣時就冇乜分別噶，一樣要對住千軍萬馬啦。咁啊唔係三兩隻卒仔嗰隻喎，所以一開始嘅時候咧揀人咧嚟用咧非常之重要噶。嗱。唔好話唔提你啊！要一條氣殺入去揾個大佬出嚟，係咁打係咁打，因為呢啲彈散打都有嘅。哎呀，搶錢啊！啱啱呢個 PS 先至出咗隻 J League 冇耐咋，而家又輪到 PS2 啦，搞錯啊！雖然話呢 PS2 嗰啲畫面係靚，但係呢咁短時間裏邊出兩隻咁多，咁啊好似有啲屈水嘅感覺噃。而且呢最攞命呢就個畫面呢玩下呢會窒機噶，呢隻嘢呢簡直不可饒恕，拎出去斬唔同我啊！都已經呢俾佢 delay 咗兩鑊噶啦，咁啊點知呢仲係咁喎。唉，再加上控制方法又同 N64 嗰份一模一樣啊！如果你一向玩開 PS 嗰隻咧實況嘅話咧，可能你會唔習慣噶。又一隻咧動畫改編嘅遊戲啦。雖然咧呢套動畫咧都出咗一段時間噶啦喎，但係人氣度咧都依然有增就冇減啊！咁樣試問啊，廠商又點會放過呢一個機會先？佢係咧一直結合咧 RPG 咧同 action 嘅遊戲嚟嘅，分別咧有普通模式咧同埋戰鬥模式兩種噶噃。不過咧唔係就任你揀邊種模式去進行遊戲噶。每當咧你喺呢個冒險過程嗰度咧遇到怪獸要打嗰陣咧，就會自動轉去呢個戰鬥模式噶啦。個控制方法咧完全唔同晒噶咯噃。咁啊，除咗可以用手上面嘅武器咧攻擊對方之外咧，仲可以用魔法添嘅。若然呢隻阿媽 call 咧叫做咧中規中矩嘅話咧，咁呢一隻咧真係叫做強差人意啦。以前咧 SS 版咧雖然個畫面咧比較粗啲，但係都俾你 feel 到咧置身於其中嗰隻戰鬥狀況噃，嗰種緊張嘅感咧PS2 咧今次咧就失去咗啦，唔知去咗邊度揾唔翻添啊！畫面咧就靚咗，不過咧支炮咧喺射到9里咁遠喎，哎呀點算咧？敵人咧都未埋嚟咧就冧低咗佢，彈藥咧又多到用唔晒喎。地圖啊大到咧，所有嘢都分到好散啊，變咗咧成日打單對單，搞到成隻嘢咧易玩得嚟咧，又冇嚟刺激嘅。都唔知咧係咪咧呢幾日咧熱到黐晒線嘅關係咧，咁啊好多喺夏天先至有得玩嘅體育運動咧，都先後出咗噃。咁啊而今次咧輪到滑浪啦。而家咧你可以喺屋企玩啦噃，如果你係支持正版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咧插嗰塊跟 game 送嘅滑浪板上去個 pad 嗰兩粒冬菇度玩啦。咁啊玩起上嚟咧零舍投入嘅。雖然咧之後用手玩唔係用腳玩，但係咧就一定咧好過用齋 pad 玩啦。咁喺 game 入邊咧，你首要嘅目標咧就係過到去終點同埋攞到指定嘅分數啦。如果攞唔夠分嘅話咧，就要再嚟過噶咯喎。所以記住玩之前咧睇下個控制方法啦。
位觀眾，咁啊睇咗以下嘅片段之後咧，唔好以為咧呢一隻係 Front Mission 第4集啊。表面上咧佢同 FM 咧係冇乜拉楞嘅，咁啊至於暗地裏咧就基本上咧遊戲咧就由玩法啦至到系統咧都同隻 FM 咧有90%似，冇錯係90%啊。較大嘅分別咧就喺畫面咧上邊咧就靚咗啦，機械設定咧就亦都簡單咗嘅，唔會好似 FM 啦咁啊砌下咁唔知點樣整部機啦。咁啊而且咧戰鬥系統咧同 FM 咧一模一樣添㗎，又係有 level 升啦，同埋有啲特別 skill 學添嘅，一啲新意都冇啊！可能咧係受到間公司啲影響啦，咁好多公司咧都緊隨其右嘅，睇怕咧呢一隻嘢咧都係咧其中嘅一隻咧集大成嘅產物嚟㗎啦。事關咧就唔使玩㗎啦，淨係睇個畫面嘅設計咧，你都估到佢有8-9成似啦。只不過咧呢一隻咧就唔係打喪屍，又或者唔係打恐龍嘅，你面對嘅人咧都係地球人嚟㗎，不過咧嗰啲係一啲咧破壞分子啦。你嘅任務咧就係深入敵方嘅基地啦，將佢哋剷除同埋消滅嘅。遊戲裏面咧，除咗自己之外咧，仲有3個同伴齊行嘅。咁啊，而且咧，你仲可以咧遙控佢哋啦，進行嘅一啲嘅偵察啊，同埋一啲嘅突破嘅行動嘅。G Generation F 終於都出咗第3隻啦。今次咧 G Gen 咧繼續啊發大嚟玩。咁啊，除咗咧包晒 Zero 入邊咧所有嘅版數之外咧，仲加咗 Wing X 嘅古仔喎。而咧機體又咧加到成千隻啊，連隻騎士高達都有份啊！真係咧儲機咧都儲到傻啊！真係啊！雖然咧 Zero 咧個 save 咧淨係得 Versus Fight 有得用，但係咧用嚟開 game 咧就有翻咧原創人同埋打少好多版啦噃。隻嘢入面咧就有黑歷史 code 啦，可以用套 G Gen 卡嚟攞人同新機嘅喎，睇落都幾方便噶。雖然咧佢就冇金田七咁受歡迎咁啊，但係自從呢個3色台播咗個動畫之後咧，佢就出現咗一批嘅 fans 咯噃。今次咧個遊戲咧有3個單元古仔嘅，不過咧就唔係我男一個人玩晒嘅噃，咁啊仲有佢2個朋友仔幫下手啦。咁啊講到咧難度方面咧，見仁見智啦。雖然咧遊戲開始嗰陣咧就可以揀出漢字，但係咧淨得啲漢字又點夠你破案啊？好似咧呢個遊戲中段咧就有大批一大條嘅密碼要你解嘅噃，你都咪話唔棘手。咁除咗呢樣之外咧，仲有啲人嘅口供都非常之重要噶，睇漏眼都幾麻煩。呢輪咧就真係好多呢個滑板 game 出咯，不過咧今次介紹呢一隻咧都唔算新嘢噶啦。點解？事關咧佢係呢個美版出日版嘅啫。咁啊而家咧咁啊連個控制方法咧都同鬼佬嗰隻一模一樣喎。唯一唔同嘅咧咁咪就係呢個 packing 咧改咗做日文咯。咁至於玩法就好簡單嘅啫。你喺呢個限定時間裏邊咧不斷就做出唔同嘅花式嚟攞分啦，攞個分就 OK 噶啦。咁啊但係咧咁啊做花式嘅同時，你都要睇住個時間嚟衝過終點噃。如果唔係咧，攞夠分都冇用啊！嚇，另外咧，你亦都可以自己砌個場出嚟玩嘅喎，練習下花式就最好啦。第一眼睇落去咧，就已經覺得呢一隻 game 好熟口面啦噃。點知一玩就話説個主角咧同個女朋友坐緊飛機啦，點不知咧，人算就不如天算啦，架飛機咧中途墜毀，而且咧最緊要咧就係佢哋冇事，但係咧，就好唔好彩咁落喺一個荒島上面啦。咁啊，呢個古仔就係咁樣開始噶啦，冒險嚟嘅，咁啊老土啲啦，不過咧，橋就夠膽可以再用嘅，冇所謂啦。都係咧嗰句祝佢好運，而呢一隻 game 咧難度都唔算太高嘅，基本上咧只要小心嚟玩嘅説話咧，都可以咧玩到一啲難度都冇嘅。喺機鋪好受歡迎嘅音樂拍 game 咧，之一嘅 Pop and Music， 佢嘅新作品咧，終於就移植咗落 PS 嗰度啦。今次咧竟然一反傳統，改玩動畫歌添喎。講真嗰句，查實咧一早應該咁啦。好似咧之前咧出過嗰3隻咁啊，啲歌咧但喺香港咧冇乜人識㗎噃。有啲咧仲要特登作嘅添㗎喎，玩起上嚟咧其實都自然冇咁投入啦。但係今次就唔同晒啦，因為咧玩啲歌咧都係動畫歌，咁就收錄晒咧啲歌由60啦到90年代都有㗎噃，真係正啊！點邊隻歌咧你都會識㗎嘛。音樂遊戲相信大家咧都玩唔少㗎啦，反應有翻咁上下咧一定考唔到你。但係咧今次呢一隻咧就唔同晒咯喎。
反應咧都係其次，有音樂感咧先至係唔少得㗎。事關你飾演一部拍子機，咁咧你一停咧，首音樂就會跟住停㗎啦噃。遊戲咧好玩嘅地方咧，亦都喺呢度啊！成首音樂嘅節奏咧由你一手操控㗎。如果咧用埋支專用嘅指揮棒咧，玩得就更加投入咯喎！一開始嗰陣咧，你可以揀音樂啦，咁啊只係得6首嘅啫。不過咧每玩過一個 round 咧，就會加多1首，總共有成18首咁多㗎。嗱，好明顯咧，呢一隻咧鬼佬出嘅交叉人咧，都係為部戲而出嘅喎。事關呢啲 two play 式咧，都係戲入邊嗰啲造型嚟㗎噃。又有成套片嘅預告喺入邊啦，哎呀，你話啦，係唔係真係冇人信啊？講翻嚟呢啲真係。咁啊玩法咧，其實同以前咧加富康嗰隻咧，基本上係一樣咁滯噶啦。不過咧節拍就慢幾拍，咁就呢個出超必嘅指令咧，又鬼咁複雜喎。唔係隻嘢本身有個 training mode 俾大家慢慢學啊，真係咧試招試到天荒地老啊！另外咧人物咧又得部戲入邊嗰10個，真係慳翻啦，玩個第二隻算啦。一隻咧移植得非常非常之出色嘅賽車遊戲啊！不過之前咧喺街機嗰度出嘅時候咧，就已經咧啲人玩嘅時候咧叫苦連天㗎啦。事關咧佢嘅操控方式咧同真嘅355就差唔多，咁啊到咗 DC 嘅移植版推出咗之後咧，移植度咧真係非常之驚人啊，好正嗰隻喎！一玩落去咧就好似揸真嘅法拉利咁樣啊，加上咧用埋咧佢嗰隻咧原裝嘅軚盤仲好 feel 啊，難度咧真係有翻咁上下個噃，鬼叫你要揸法拉利咩？咁啊除咗一般嘅玩法之外咧，仲有5條隱藏嘅跑道俾你慢慢玩添啊！今次 DC 版嘅 Superhero 列傳比以前嘅 PS 版咧嗰隻咧加咗好多新嘅 hero 啊，同埋咧個邪惡組織入去嘅，而且個畫面咧同人物咧動作都改良咗唔少嘅，而玩法就非常之簡單，每次出動咧都會收到來電嘅，每一個來電咧係咧原本嗰出戲嘅某一個古仔嚟嘅，所以咧如果你曾經睇過嘅話咧，就會知道個古仔講乜嘢啦。不過咧成隻嘢嚟講咧都係算易玩噶啦，唯一要留意嘅咧就係咧要以1敵8嘅噃。育成系列嘅最新作啊，今次咧係玩育成一匹咧打比賽嘅冠軍馬喎，基本上咧佢同以前嘅賽馬 game 咧玩法就分別唔大啦，都係咧先配隻好馬啦，然後咧訓練下佢啊，成為呢個馬王咁啦。所以咧又係咧玩呢個配種啦，同埋訓練噶噃。只不過咧佢嘅重點咧就唔係擺呢方面，咁啊能唔能夠經營一個咧成功嘅牧場咧，先至係一個問題噃。由於開始嘅時候咧就錢唔多，咁善於理財同埋量入而出咧就好重要噶，唔係咧就好易 game over 噶啦。遊戲都算唔錯，咁啊只係個難度嘅平衡就差啲啦。等到鏡都長啦，終於出第3集啦！今次嘅遊戲模式咧同上集就差唔多嘅，咁例牌咧梗係要做啲嘢同大家交代下噶啦。好似咧嗰啲紙牌觀眾咁啦，梗係咧就終於就解決啦。咁啊有人啊拍下手咧都唔錯嘅，連舞台咧都有2款俾你揀噶噃。算係做過下嘢咁啦，咁啊至於摔角手咧就多過上次好多噶啦，加咗唔少經典人物出場，而且咧仲有好多嘅新嘅伎倆噶噃，好似啦偷襲啊、burning 之類啦。偷襲咧就有啲卑鄙，不過咧就冇人逼你出嘅。burning 嘅技術咧就真係要試下咯噃，分分鐘可以反敗為勝噶。真係好景不常，好景不常啦！話咁快咧，新大地咧就要同大家告別啦。今次咧呢一隻咧都真係算係遺作嚟嘅，希望大家有個美好嘅回憶咁話啦。話晒咧佢出過咧都唔少經典嘅遊戲啊，咁講翻呢隻遊戲玩法咧都幾麻煩噶。佢咧同一般嘅音樂 game 咧都有好大嘅分別噶喎。咁啊唔止係睇顏色啦、timing 啦，仲要咧睇埋個準星噶噃，難度都幾高噶。嗰個咧咁嘅冬菇仔咧已經好唔順手㗎啦，個遊戲畫面咧仲花到睇唔到啊，頭暈嗰隻啦，有專業人士仲話玩得多會鬥雞添啊！呢一隻嘢咧係由呢個同名美國漫畫改編啊，基本上咧玩法同電腦嗰啲咧第一身嘅 shooting 好似喎，不過咧叫做咧見到嗰隻人仔咁話啦。
冇咁暈啦。單打咧就淨係咧打嗰隻雜魚同埋 boss 嘅啫。啲 boss 咧有咧大隻又鬼咁死惡，隨時咧死咗都唔知咩事啊！而對戰咧就可以4個人一齊打噶啦，好似 N64嗰隻啦，同埋007咁啦。不過咧就冇咁多古靈精怪武器咯。呢隻嘢就叫做比上不足，就比下有餘咁啦。焦點特寫。過完書展咧，跟手就係漫畫節嚟啦。咁啊，今次同場咧就搞咗個 Cyber 嘉年華，我哋當然唔執輸啦，2個 show 一起過俾大家睇晒。書展嘅時候咧，搞到滿城風雨嘅刀刀叉叉喺漫畫節咧，繼續發揮佢嘅威力啊！不過咧，除咗刀叉之外咧，當然唔少得啲海報啊、T 恤啊嘅精品等等啦。咁咧就唔想貴一貴咁扮呢個雲師兄㗎啦，有啲咧平少少嘅膠做嘅絕世好劍過你揀㗎噃。除咗刀叉咧，佢哋仲有 action figure 買嘅喎，幾嚿水買齊4個，好似有啲貴噃。不過咧，幾個公仔咧手工其實都唔錯嘅，而且咧賣嘢嘅朋友又好落力咁招呼噃，隨時咧一個唔覺意就破晒產啊，連啲刀叉咧一齊買走啊！雖然咧佢哋就冇刀叉賣，不過咧賣本身嘅漫畫嘅精品咧就好多俾你揀啦噃。睇下呢個許樂同埋 Jerry 嘅公仔就夠晒過癮啦。咁啊，另外咧佢哋仲有攤位喺另外一角度咧整個直播室搞訪問噶噃。而家咪訪問緊街霸嘅許景深咯。提到許景啦，咁啊當然要睇下佢公司嗰個攤位啦。咁啊除咗街霸啦、包黑食嘅精品之外咧，佢哋亦為新作咧街霸對拳王咧同埋人狼出精品添噶噃。睇下個紅眼鏡，同埋呢個阿巴神。今次漫畫節入邊咧，可謂最人山人海嘅攤位啦，就係咧任何時間咧都見到一班人咧喺入邊咧揀佢心愛嘅漫畫喎，就連我哋嘅攝影 B 啊都要咧歷經波折咧先至逼到入去咧同大家影噶，大家睇下啦喂。嗰邊咧就有街霸 vs 拳王啦，呢邊廂咧就有呢個拳王2000噃，亦都有草薙同埋呢個八神嘅 action figure 嘅，又有把咧草薙之劍見人嘅喎，不過咧全部都要訂嘅，喂爭少少喎。人強不需要馬壯，不需要包裝，我有少少強。叫得漫畫節就梗係唔少得 cosplay 嘅比賽啦，各個參賽者咧都扮自己中意嘅角色嚟參加噶噃。而上屆嘅冠軍咧，今年就唔係扮石黑龍啦，而係扮咧拳王2000嘅 K-Dash 參加。比賽唔單止吸引到咧好多人嘅圍觀啊，而且咧仲搞到啲蛇王出現喺鄰近嘅攤位添啊！啱啱咧漫畫節之前舉行咗咧第4屆嘅漫畫高峰會啦，而嚟港參加嘅漫畫家咧都借出作品啦，湊成呢個原畫展嘅，有咧中港台3地啦，日本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同埋歐美各地嘅作品噶喎。除咗咧漫畫大師咧，仲有呢個模型大師噶喎，佢係咧萬代模型部門嘅要員嚟噶。今次咧除咗做模型比賽評判之外咧，仲即場示範一砌模型嘅技巧嘅。哎呀，整蛋痕啊，唔係淨係用熱釘嚟整噶，睇下人哋示範學下嘢啦。哇！背脊一把700幾，左手一抽，右手抽成1000幾，夾埋埋成1000幾2000蚊，呢位兄台，哇，好大手筆噃！
講完呢個漫畫節咧，就睇下呢個 Cyber 嘉年華啦。除咗網站之外咧，連 game 咧都會有出 Game One 啦嚟參加噶噃。唔單止 game 賣啊，仲有呢個精品啦，同埋好多嘢玩添噶噃。下面漫畫展就有刀叉啦，而上到嚟 Cyber 咧就可以登記做佢哋嘅網嘅會員啦，仲要有刀叉送添㗎噃。睇下呢啲人幾落力對住部電腦係咁篤下嚟填表。嗱，嗰邊就有電腦機玩啦喎，呢邊咧直情擺兩台呢個電腦咧 DC 俾大家玩下啦喎，有咧沙錘機啦，同埋咧死人打字嘅噃，奧運會同埋咧355嘅，睇下佢哋咧玩奧運玩到幾鬼肉緊啊！出開同人誌嘅佢哋咧，亦都要加入埋 PC game 嘅行列。作為第一彈咧，亦都佢哋嘅作品咧加入咗呢個模擬同埋戀愛咧。呢兩年咧，近年啊 PC game 最大熱嘅元素噃，仲揾咗幾個女仔咧 cosplay 入邊嘅人物添㗎。大會為咗隆重其事咧，仲搞咗呢個 Cyber Girl 嘅選舉添㗎喎。喺5日嘅展期入邊咧，分別咧有成9個項目咧去考呢20幾位嘅參賽者，關於咧譬如好似電腦嘅知識啦、經歷啦、經驗啦、才藝等等㗎噃。結果咧就由呢個20號勝出。歡迎晒大家嚟臨呢個我哋嘅今日全球嘅數碼遊戲啊，就係 video games 咧。大家知唔知道嗰個營業額係有幾多嘅？係有超過200億美金。去培訓呢一班可能啱啱呢2日好彷徨，揾唔到學校讀中六嘅人咧，去吸納呢一班人去訓練佢哋，俾適當嘅訓練佢哋，等佢哋去呢一個即係加入呢一個電子遊戲製作嘅行業裏邊。無論政府啦、業界啦、各方面啦、學界咧，都可以繼續支持。除咗漫畫節咧有 cosplay 比賽之外咧，呢邊咧仲有個遊戲人物選舉㗎噃。咦？呢一個攤位咪好似畫公仔嘅，仲有印水紙添㗎噃。只要捐30蚊俾公益金就得啦。啲漫畫公司咧出咗一啲咧漫畫人物嘅印水紙嚟支持啊。之後咧，我哋嘅敢死隊1號咧仲使出自殺式攻擊，親自去試下掂唔掂啊？咦？睇啦噃。水紙之外咧，就仲可以畫嘢，即係好老實講一件，即係最後早知咧就畫個樹人，幼稚園嗰啲我好玩啲。Hit Game 榜第5位，育成打比賽的馬匹吧，詳細系統細心調教，成為名馬主啊，可以話咧只此一隻啊！第4位，跟 Gryphon Blaze 由 SS 名作進化到 PS2， 可惜咧同期撞隻阿媽過兒啊！第3位咧，真三國無雙啊！砵蘭街戰鬥啊，重現於中國古代嘅戰場，一隻咧絕對可以用一個爽字嚟形容嘅遊戲啊！第2位 Armored Core 2終於咧都叫做出到嚟啦，最大嘅賣點咧仍然係可以咧砌部專用機過自己用嘅，同時咧領略咩叫做揾食艱難啦。第1位 SD Gundam G Generation F 宣稱叫做咧 G Gen 最後一集喎，古怪機體係多成籮啦，加埋傳說中嘅咧黑歷史 call 過你出貓，咁啊剩翻落嚟嘅問題咧唔難噶，只係一個錢字嘅啫。高手教路
Armored Core 2任務指南。相信隻 Armored Core 咧，唔少機友咧都玩緊㗎啦。咁啊呢隻咧就出咗名叫做撩楞嘢多啦。於是咧高手家下就教下大家咧點用一啲嘅嘢啦，同埋咧隱藏拍士嚟點樣拎㗎噃。首先咧講左邊條能源巴先啦。初咧發電機咧弱扣得好快㗎噃，搞到飛得唔高啦。不過咧只要撳住 R1、R2同埋咧右凍固解除限制之後咧，咁一段時間裏邊咧條巴就唔會扣㗎啦，可以飛到好高好高㗎。呢一版有兩樣嘢要留意噃，係一個咧就係上空嘅轟炸機啦，喺上面打落嚟好煩嘅，所以一開始咧就跳上去啊，喺前面嘅山頂度打低佢啊，唔該。咁啊，另外咧就係太陽能收集板啦，有一塊咧就喺個山後邊噶噃，所以咧最好咧就走勻地圖一次啦，如果唔係咧，你以為會打完目標咁就走咗去噶啦。喂，查實呢架運輸車又走得幾快下嘅噃，所以一開始咧就用 overboost 追上去，追到咧就停低用 dash， 又或者咧走得快嘅腳追啦，重複幾次就得噶啦。而部機械人咧會兩邊走嘅噃，最好咧就係走近佢啦，用槍打實佢先得，打到佢唔喐，咁就可以慢慢打低佢啦咩。呢一版咧，除咗揾炸彈之外咧，最緊要係留意咧會噴火嘅敵人啊，因為咧俾啲噴火嘅敵人噴到咧，就會加高你嘅機體溫度噶啦。過熱嘅話咧，就會響警報，同埋咧你啲 AP 會倒水咁扣啊。所以咧打嘅時候咧，最好保持下距離啦，唔係咧就好似高手咁會失手噶啦。最易揾到嘅隱藏拍士咧，其實咧就喺呢個 AC Test 入邊啦。係咁射個天花板咧，射爛咗之後咧就飛入去，因為咧呢個咧隧道就太高啦，基本上咧用到最勁嘅發電機同埋 booster 咧都未必飛到上去啊，所以最好先解除限制啦。入面咧會揾到一個雷達噶噃，咁啊就一般啦用就，但係賣錢都賣到成2萬幾嘅。另外其他嗰啲咧就列咗出嚟啦，自己睇下啦。AC 用パーツを入手しました。遊戲配件多面睇。DVD 機可以打 MD game？ 冇錯啦，佢咧而且的確可以咧玩 MD game 㗎。呢一部咧咁好嘅嘢咧 ，DVD 機咧係由我哋嘅祖國咧生產嘅喎，唔好睇小佢啊！一般嘅 DVD 機嘅功能咧，佢都有齊㗎，例如播 VCD 啊同埋 CD 都得嘅。而咧使用嘅方法非常之簡單嘅啫，放隻碟入去，再撳個 play 掣就搞掂啦。至於咧要玩 MD game 咧就比較煩少少。嗱，喺部機嘅後面咧有一排掣噶嘛，咁啊嗰個打機手掣咧就插喺呢一度，手指指住嗰度啦。係啦，咁啊插佢入去啦，佢唔怕痛噶。而玩遊戲嘅 output 咧，就喺呢一度啦，有紋嗰度啊，唔好插錯噃。之後同睇碟一樣啦，咁就放隻碟入去部機度，想玩乜嘢咪入佢個 number 咯，咁就玩到噶啦，非常之 easy 嘅。好啦，咁啊至於個手掣咧，睇落好似 PS 加 SS 嘅混合體噃，拎落嘅感覺都唔錯，撳落嘅反應都 OK， 冇話呢個感應唔到嘅。
而部嘢嘅生產者咧個盒嘅封面度咧就標明咗啦，遊戲嘅版權咧係由西嘅批出同埋認證噶噃。咁啊事實咧係咪就唔知啦。不過咧盒嘢嘅封面咧同嘅內容好似有啲唔妥噃。Next week's release 出完 G-Gen 咧 ，PS 都剩咗一排噶咯。不過數落其實冇乜重頭嘢出啦。其實咧有就有，咪係呢隻咧 DQ7 咯。咁啊嗱，寫稿嗰日咧佢仲話26出街噶噃，到時睇睇點啦。PS2 咧又係咧衝完一輪之後咧又謝咗咯，8月剩得落嚟都冇乜好嘢搞啦，冇其他主機咪試下呢一隻奧運會咯，話晒佢都叫做咧全機總制霸啊嘛，咁啊不過咧跟住咧有啲睇頭嘅咧就係9月嗰隻咧 G Savior 啦，機仔仍然係任記天下 ，Clock 同埋新世紀咧可以話已經係銷量嘅保證噶咯喎，另外新大地咧就有隻咧摔角遺作嘅，有機咪玩下咯，咁啊好話唔好聽咧有得玩就好啦。雖然咧冇 PS 嗰邊咁皮啦，不過咧都唔係用噶啦，叫做仲有貨賣咁啦。不過咧講到吸引，似乎唔可以唔提咧9月嗰隻咧加富康火拼新大地啦。嗱，我照稿讀㗎咋，老大咧自稱今集嘅狀態好差喎，唔想寫 ending 稿啊，所以咧今集 ending 冇嘢講咯。不過咧話時話加下咧嗰隻 staff roll 咧都差唔多完啦，咁啊似乎你哋咧又再一次俾佢呃咗咯，拜拜。